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咱来开始啊！好，来甲大家拍一招呼。好，我是龙，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啊，阿迪。好，咱顶一集讲什么物件？还会记得无？你用甲问我真是吼，我即马真放空咧，咱顶一集讲一个宜兰在地故对事啊。啦，单林里啦，单林里叫生死，吼，单无情理无义，细林啊计家己。无要紧啦。嘛有讲到即个目前的馆长甲进前的馆长拢是相邻结婚吼，相邻的婚姻吼，甲这其实反正有一个关系，无一定吼，但是只是讲拄好有即个。对应，互大家了解安尼。毋过即马人以前伫讲，拢平平共姓吼，毋免分恁囝阮囝，无人像阮即马讲，我甲阮大汉的人讲，你看我是扣来，恁哋拢共姓，我扣来无怪咱拢讲袂好势。我拢甲阮大汉安尼讲，你讲外人就是安尼嘛，咱即嘛讲着外人的问题嘛，我外来啊，你看，你甲恁老爸哦，我甲阮大汉讲，你看恁两个讲拢共款，我即外来，我无头我较可怜。是就是安尼嘛，因为我印象中，敢若是毋是讲，咱若生囡仔是要报老爸还是老母的姓是？会使哦，拢可以嘛。恁只要恁两个共通就可以啊咯。伊无意识对无？就是你去报户口时阵，家己都爱甲讲你要打一个。即摆会使。敢若是安尼是毋是？无啦，以前是一定拢像老爸的姓。对，除非你有特别原因啦。但敢若是只要你去报时，你就讲你要打一个。系啊，所以你若相邻上方便啦，拢免讨论。即嘛只要啦，共姓嘛共款啦，拢免相片啊啦。系啦，大家讲好就好啦。系啦，人阮拢边较济讲囝拢恁诶，毋是我诶。过去安尼讲，足奇怪吼，大家常常拢讲囡仔其实是靠我老母吼，毕竟是老母不到底出来诶。拢较做伙啦，其实甲老母比较，人意思讲严父慈母嘛，普通是老母会较好性地啦。是讲，但是姓拢是对老爸姓较济，这就是其实就是男女之间的无平等啦，无公平安尼。所以真正咱才会伫讲即个什么外公外妈即款的话题，我会去提起即件代志，就是讲，其实恁若要讲平等即个物件，本身有蕴含的意义伫哩，会使做进一步的讨论，大家会使来了解即个问题。尽量啦，咱咧讲吼，什么事情也是什么代志，要讲到平等，有时确实有困难。咱定伫讲5支镜头揪出去，伸出去，嘛无病嘛，尽量就好啦。对啦，但是总是爱尽量去争取啦。有啥物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无？我来祝福一个亲情。伊是今日的旧历生日。今日的旧历是什么意思？今日旧历，所以是今日新历是321啦，我讲的是旧历的生日啦，共新历我是毋知。你意思是讲伊的旧历拄好是伫今日咱录音的即个时阵，但是当然因为你若是看旧历，每一年拢无啥共款，对无？伊对应的新历都无啥共款。我得讲哈那都想着吼，甲伊祝福者吼，祝伊吼，咱一般拢讲生日快乐啦，我较你即个较旧的、较老的，就是福如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无啦，这无较老啦，迄伤老啊啦。我就希望讲祝福伊顺心呐。一切顺心呐。咱要顺心，有时你顺我，我顺你，互相会较好过安尼啦。这个较重要啦。这是一个生活智慧。嘿啦，平安顺心呐，安尼平安健康对啦，身体健康一切顺心互相。心灵安定啦，这上要紧啦。对，确实讲对。祝福伊啦。
祝福你我毋知你讲啥的无紧啦，安尼若祝福今日生日人拢该祝福者，所有听到这一集节目的人吼，不管你是当时，生日快乐，反正平安，一年就是遮济工尔，你总有一工是生日，所以咱就快乐快乐。那你若生日还未到，先预祝你生日快乐，啊，你若已经过啊，生日快乐，祝你明年生日快乐。好来，咱这一集要讲什么故事啊？无咱这一集无故事。好，你佫讲无故事。有当时咱会讲一寡甲故事无啥直接关联的代志，因为咱嘛有讲的，讲介绍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当然，真侪物件背后有伊背后的故事，所以只是讲咱无一定讲到即个物件吼。咱即摆要延续进前，咱捌做过2集的即个即个台语俗谚，咱之前有讲过，因为每一集咱伫发布的时阵，因为咱伫即个内底吼，咱伫对话内底其实会定讲到真侪即个俗谚嘅起来话等等。那即个物件因为无法度讲伫节目内底佫继续去解说吼，因为安尼会伤长，伤长嘛会伤乱啦，会接袂落，无错。所以一般我会调整了，会写伫咧 Facebook 顶悬吼，大家看就是 Instagram 顶悬。但是当然，我嘛像之前讲的，毋是所有的人拢有法度讲去看文章这个字，而且我一写卡袂着就1000外字、2000字，大家有当真侪人看超过3行都袂着。袂啊，嘿啊，变段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的整理起来吼，因为已经过了有一段时间啊，所以已经累积足侪啊，你知影吼？侪甲我即届嘛讲袂了，已经足侪啊。但是就是慢慢啊，甲这物件整理起来，因为拄好前几工啊。拍开 Clubhouse， 因为最近较无用吼，无定开。拄好拍开的时候，有看到即个有朋友伫顶悬伫开即个讲台语俗谚的房间吼。但是当然，因为因家己的安排，阮嘛无法度有伤侪时间去内底甲逐个往开讲，或者是讲真侪俗谚。我若是要甲我写过所有俗谚拢摕出来讲，迄可能3点钟嘛讲袂了。因若逐个拢免讲，听我讲就好啊。所以只有大家甲大家互动一个尔。咱家己的俗谚的部分，咱就放伫家己节目内底安尼，甲大家来分享。所以咱延续顶一遍顶一遍的即个台语俗谚，讲甲即个近山草无差，近溪大无准，或者近溪钓无鱼嘛有，拢有。近庙起事，这就是款近庙起事，那拢近的，愈近愈袂落。你就讲，你厝伫公园边，你佫袂去啊？规年当天，大家讲你遐住伫公园边啊，真好咧！大家拢早起就使去运动，规半当嘛，毋捌去行骹到过啊，毋捌行骹到过安尼。伊用伫咧边看都不爱看。这迄时嘛，真侪人互我一寡回应讲，伊就是安尼。怪哦，大家拢共款的情形，心态拢共款。所以爱离一句啊距离，安尼才有法度。对啊，咱目前即届咱要继续延续落吼，就是讲咱之前捌写过的头一个吼，我念互大家听。头一篇叫做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即出知影无？即句话知影无？有啦，捌听过，捌啦。其实即句话吼是即个宜兰过去啦，当然已经较通行啊，但是过去即句是宜兰专门的即个俗谚，因为咱过去讲一寡研究认为讲宜兰的是即个歌戏发源的所在，伫咧即个结头份。结头份第一算讲宜山圆山乡宜山乡的即个结头份，即个所在大树骹迄边开始为即个敢若落地扫本地歌迄个形式发展出来，这是一款讲法。敢若迄个大榕树下啊，那是遐目前还有一丛即个大丛的青啊，榕树青啊骹其实因定定会伫遐做即个活动吼，因遐宜山的发展，毋知是社区还是啥物发展协会啊等等吼，因定伫遐做活动。你讲的迄是宜山，我讲的是伫伫迄平面嘛有咧。伊个真侪庙头前拢有即个树，即款树啊，只是讲我拄仔讲，因为过去一寡研究认为讲歌戏的发源伫咧宜山乡的即个。结头份大树骹所以迄个所在，真侪人佫就伫做即个推广啦，伫遐佫会教一寡表演本地歌的表演，当然本地歌甲咱当做的歌戏形式无完全共款吼，有一寡特性嘛，无啥相共大家若有机会去看到吼，去了解一下嘛，真好。只是讲，因为即个发源，所以过去早期伫咧宜兰其实做歌戏、做戏，这是真事件、真济代志吼，所以就慢慢来发展出因家己的一寡戏剧界的讲法。
比如讲咱讲对咱讲的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意思就是讲咱写剧本或者演戏吼，尤其较早做较侪是民戏，无剧本的，做到尾啊，你无想讲编剧讲我已经剧本是啥物，我已经拢想好啊，即个规个结构是啥物，是咱讲起承转合嘛，为头开始啊，经过啥物款的困难，啥物款的情形去调整这个问题，最后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较早你若要写剧本是安尼写，就像即马爱写歌共款的意思。是，问题是较早人无安尼，做民戏是爱靠你的北内，想甲遐做甲遐啦。北内毋是你的肠啊，你的胃北内就是讲你的北内有膏无，就是你有一寡文采无，一寡才能，有才华。所以想到啥讲啥，甲对方就是算讲是即兴剧啦，伊当然现在讲话做即兴剧。你讲一路就爱知影啥。所以两个演出来的戏吼，有当下愈行愈歪，愈行愈歪，说哎呀，这戏是要修没有默契啊，你歪路啊。比如讲你若看即马即个8点档有连续剧是迄个足长的迄款，凊彩一做拢100外集、200集、300集迄款，就即个边情形对吧？因为拢是现场下，大家拢知影讲，凡说演员到现场拄摕着稿，拄写好的稿，啊，佮伫改。小腾的。所以你绝对会使想着讲，伊根本无可能甲结局写好啊。所以戏内随着即个情形愈写愈歪，愈行愈歪，敢毋知倒位去啊？两个说无法度无默契啊。毋知变哪修煞。对，煞毋知变哪修煞，你即出戏总是爱修煞，无法度修尾。比如讲咱的即个主人家吼，比如讲咱即个男女主角伫咧遮遇着困难吼，伫戏内底两个愈来愈困难，愈来愈晓用啊。等一声也无人通来救啊，这个写甲伤死啊，做甲伤死啊，毋知要哪创。又袂转来。要哪创？比如讲这时阵咱就请一寡什物观音啦，妈祖讲即个土地公来斗三江勇勇出现。伊只要一施法吼，即个法术一落，是啥物代志就解决啦因为这个就变成讲是新生的代志，无一定爱啥物外合理啦，等嘛，神明嘛有神力，伊有法力啦。所以就即款的讲法就是讲，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啦。真正做袂到啊，舞一寡来救场啦，就救场来救场一个，就讲这凊彩做一个收尾吼，只要新生出来，差不多要收尾啊意思啊。比如讲这个诚意感动天啦，或者是这个观音大师看这对男女可怜啦，私下什么款的方法派出相来斗三江代志就解决。头前无用规半步要创啥，规气都心命较早来就好啊。因为伊就做无落来去啊，一定爱感动天吼，爱互这个心命感动啊，伊才会出手。其实讲较歹就是因为已经做无啊啦，毋知要后壁结局无路，毋知要安怎做啦，惊袂落去啊。所以找一心命来救场，就是这个情形。这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用新鲜来甲化解。来照惯例，我赶快爱互你来念一解。咱之前嘛拢安尼嘛吼，我搁念一解互你听，叫做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就用新鲜来度啊。对，戏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伊只要讲，即嘛吼，头脑定定拢空空啦。这是咱这个过去伫宜兰发展出来的一个甲歌戏有关系即款的算讲嘛是俗眼啦吼。伊早宜兰歌不有名啦。是，所以有真侪即个过去的即个歌戏的大明星吼，即个人嘛是为宜兰出来，即嘛大家过去较知影像梨花顶顶的吼，这都无搁讲啊，只是讲互大家知影讲这即句话真趣味安尼吼，所以其实对写剧本的人来讲，应该真需要啦。有当写甲毋知要写啥舞一寡奇奇怪怪出来。伊早因为较无迄个资源较济嘛，咱即摆当会去找啊，去网络去找资源。使做搁较济功课。对，即摆伊早无啊，都是迄就是环境就是安尼尔。好，过来咱来第二句，或者我之前其实伫咧这标题吼，就是咱主题顶悬之前迄个讲台语俗谚呢，就是写讲开讲甲骂人拢足好用诶，即个俗谚，即个就是非常适合来骂人诶，或者6月喊开喙吵。我知，我爸爸讲诶，我要讲啦。即句话6月喊喙开就吵啊，拢会使啦。啥若讲6月喊开喙吵咧？你都6月当热啊，你若喊啊小无用好来讲，拢是吵诶啊，这是影射嘛。其实伫咧讲，伫写即个俗谚，当初是因为咱有做一集，叫做当年死行学台语，传合真用的即个台语课，就是真正伫讲
当时日本时代日本人伫学台语的代志啊，就是迄时阵内底有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讲高显营鹿港高架，高显营行伫台北的路会互拍的代志就是因为即个语言不通造成的。但嘛，迄时阵就讲，其实就算语言会通，嘛是真够冤家啦。人就是总是有一寡争执，一寡冤家安尼。所以迄时阵就定讲，有个人就是讲话安尼，互人听了就气吧，就无欢喜的，袂爽的。刺耳啊，听起来拢真无爽快。话讲起来就长年的安尼，就是讲啊，即个6月喊开喙草的，就即款感觉。意思就是讲，你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啦，感官的艺术啦。喊其实一般指的是一种叫做咱讲贝类，就是即个蛤蟆啦、拉啦，即款拢算喊。较接看到咱拄仔讲这两款拉甲蛤蟆。但当然，只要是有两片的，这两片即款的拢会使叫做喊，真侪款的物件。即个喊其实咱知影讲，一般啦，海产类的物件，若拄着热天，迄一囥者难免就臭啊，对无？实在是不要讲诶。甚至你已经煮好啊，食好啊，剩迄个壳对无？你若无搁另外包起来，你就要囥伫粪扫桶内底。你粪扫桶是拍开夭寿恐怖啊！即个热天，迄个味有够重。其实海产类真侪拢安尼虾啊啦、毛虾啦，即个蛤蟆即款的拢共款。迄味拢会足重诶，所以6月就是旧历6月就是已经正热诶时阵啊，长热，遮热诶天，即蛤蟆，咱知影讲蛤蟆若开喙就是已经死去啊，歹去啊，一开喙就保证臭，佫即落天臭佫较紧，所以其实讲有诶人就安尼，敢若6月蛤蟆共款，喙一开就臭，臭都毋是讲伊诶味，毋是讲伊有口臭毋是讲伊喙臭。意思就是讲，这人讲话足歹听，嘿啦，听起来歹听，毋是味歹偏，是听起来很难听啦。所以说影射，这人讲话安尼敢6月喊的。所以咱定定讲，有的人就讲话较负面，对无？更想拢想说较无好的代志啊，拢袂讲一寡恶落人的话，讲话就是互人讲，敢若你逐工拢心情遮无好安尼。咱定讲啊，这人讲话6月喊开喙臭，就是即款的感觉。我是感觉来讲，安尼我会讲，你去看医生啦，因为即摆忧郁症太重啊。忧郁症还忧郁症哦，忧郁症的人讲话无一定都安尼哦。对啦，毋过你讲伊随时拢会乱臭面啊，你敢若忧郁倾向，咱一般讲是有较郁卒啊，有的人，有的人就是安尼，毋管啥哪，伊就是成长环境啊，啥呢，就是讲话特别互人感觉奇怪咧。啥哪一定要往迄个较无好的方向去想。有的人向无好的方向想，是为着做准备，讲咱甲即个预备起来，咱无话讲咱个想甲无好代志先想好。有的人毋是定定安尼讲啊，搭一工要做啥物代志，毋知落雨无？对，到尾咧，无啦，烦恼心。你烦恼好了后咧，你总是要做一个准备惊落雨别紧。雨伞款好，也是即个雨伞款好，就是安尼嘛。过来就无啥物好烦恼。毋是你规工烦恼，但是一个月前就使烦恼。烦恼正个月问题是，毋管迄工有落无好无落雨，你嘛毋知影。也无法度啦。我个人一直真重视一句话啦，就是叫做应该是达赖喇嘛。我印象中敢若是伊讲诶，就是讲有法度解决诶代志，就去解决就好，无需要烦恼。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你烦恼嘛无效。对我来讲，我人生一直真认同即句话。你认同，我嘛认同。尊重啦，或者尊重即句话。过可是有些确实是，人每人的上美起百有人，我道啦。上美起百有人，嘿啦，所以讲只好。会放下，咱家己爱先有放下。赶快来练习一下啊！拄则你讲中学一个。6月喊，喙开就臭。你的讲法是安尼嘛可以。过来，咱来讲。大同小异嘛。意思差不多啊。过来。免遐强求啦。其实上间是安尼啦，有诶伊是用对句诶，你诶对句伊诶，咱讲节奏感就是迄个感觉节奏感，迄是有需要，咱当然希望讲是对迄个话。咱有诶话是主要是意义较重要，就是咱家己顺咱家己诶喙好，这就是无共款。过来，咱今日毋是要去考试啦，唔差啦。若考试当然咱都爱照本行啦。考试要考上间应该是少啦，我伫想，因为我嘛无伫考试，我嘛毋知影。
所以后来过来第三句就是咱来讲这个食甜食咸的臭脚皮黏。咱过去一般毋是安尼讲对吧？我拢食甜食咸的臭脚黏。嘿，其实咱过去拢会讲臭脚黏。但是我即个甲写好较完整的臭脚皮黏，其实是一个。佮加一个片哦。嘿，这是完整的话，但是脚片你啦，臭脚片其实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脚片黏。脚片黏其实是就是一个所在叫做片黏骨。片黏骨是伫咱的小腿这个所在骨头迄个所在啦。正式名称叫做片黏骨。当然因为大家讲久啊臭脚片黏其实就讲脚这个所在会臭。但是落来香港脚就会臭啊。迄是较我脚底但是即个讲久咱讲习惯啦，一寡字生起来无讲啊，特别咱拢会讲臭脚黏就食甜食咸臭脚黏。但讲实在即句话是毋知安怎来其实嘛冇要讲甜甲咸食会安怎啊，无安怎。即句话我是写伫咧即个咱之前有一集叫做87%的人拢念毋对的宜兰板豆米是糟饼。糟饼。你讲食物件的时阵想到即句话所以甲提出来讲。讲实在即句话无啥物意义啦。对，但是囡仔时其实真接讲。有啦，毋知谁囡仔时阮定定听一句话，罔做算。口头语共款啊。小可较像咱讲热气仔话，较毋是可能较俗眼，小可较无共款。这两个词其实除了押韵以外，无啥物特别的意义，只是想讲就是讲话开讲安尼，纯聊天。只是想讲嘛，互大家了解一下，讲咱讲毋管是即个臭脚黏，还是臭脚片黏，即个脚黏还是脚片黏，其实指的拢是讲即个小腿，即个咱讲重点就是迄个所在。华语有做胫骨，其实是讲你的脚会臭的意思啦。但是脚会臭袂臭甲你食即个食甜食咸应该是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对。无你若是安尼讲豆腐啦。只是为着豆腐尔无你若是用即个高丁吹咩啦创。宜兰有一款即个真有名，当然其他所在嘛有啦。宜兰有一个像主要市场拢有卖，伫路的都其实拢有啊，这嘛当然嘛有啊，不有名的叫做高丁吹，一言安尼。无毋对，你若要用台语的汉语正式来写，应该是九重吹。重就是即个一重一重，嘛使写重量的重共一字嘛，就是一顶一顶，就是叫做高丁吹，咱叫做高丁吹。其实是一款算啥物做的米，也是米浆去做的，米浆做的。小可 QQ， 一圆一粒看两色对吧？两色乌糖的，一圆白，一圆乌糖的呢，一圆塔一圆对吧？乌糖迄是甜的，顶管这个白是咸的。对，是一圆薄薄啊，一圆塔一圆管一塔呢。你讲人有迄个论咱都呀哈蛋糕啊，连蛋糕有诶嘛是一丁啊，还是千层蛋糕嘛是像，当然较高一撮无较薄啦，伊无像千层蛋糕较薄。问题是就是足奇怪，伊迄口味就是安尼，一圆是甜的，一圆是咸的。咱我过去食，我其实袂安尼食。下边迄站乌糖是拢甜的。对。你要顶管一半一半啦，一半甜一半咸。有的是做顶管一地，下骹一地，两地安尼嘛会使。有的是像做即款的，就是伊的一圆一圆，几落圆塔做伙安尼。毋管哪一款啊，我过去因为我其实无特别爱食即个物件，但是过去我若有食时，我拢会甲迄个乌糖的先规地摕个，其实因为材质无完全共款，所以是分会开的，你会甲掰开。对，我就甲迄个乌糖的先掰开，甜的食好。佮迄个咸的迄圆佮掰开，佮咸佮食好，食甜的迄圆呢，一圆掰开来食，袂讲一喙甲甜的咸的拢夹做伙安尼。无你那物甜那物咸个，袂讲安尼怪怪，食起来怪怪。敢若毋捌去甲注意遮有诶。伊个口味其实真特别啦，做高丁吹，这是宜兰定有伫卖。有，目前嘛拢有。我知影讲客人真侪客人所在嘛有伫卖。伊的做法是，即个叫做客家，伊拢讲做板店，应该我毋知这叫做客人做啥，但是嘛有即款的物件，类似的物件嘛是安尼，敢若嘛是一圆甜一圆咸，印象中敢若是安尼。
所以这嘛互大家了解者讲这个规律的方面较有啦，嘿嘿，互大家了解讲这个囡仔人会讲，但是无什么意义，讲顺嘴啦，嘿，好多食甜食咸的臭卡皮黏，来对对来，你嘛来念一下食甜食咸的臭卡皮黏，搁一个皮黏，嘿嘿嘿，这就是无意义的俗谚，还是讲这个给起来话讲安尼敢若会顺气安尼罔念尔啦，敢若念歌无意义的罔念安尼。嘿嘿，其实囡仔时阵真食无即款物件，一放鸡二放鸭，迄什么意思？无什么意义，无啊，就是安尼罔念啊。这可能是你年代，我真正细汉捌听过。一放鸡二放鸭，三什么袂记了，袂记了。迄人阵你算啊，算迄个。敢若咱即马讲是做小石子，阮以前是细粒石头安尼，摕一粒捡一粒，摕一粒捡4粒5粒啊。像以前咱即马伫丢那个，我拢袂记得安怎讲啊啦。我毋捌算过嘛，捌听过这。一放鸡2放鸭，三过来过4过5啦，袂记啦，太久了。咱若有朋友细汉捌算过，来老话甲我知影一下，我嘛毋知影伊迄内容。摕一粒石头起来，等丢上来先丢，再过来过摕过先丢。是毋是你爱？甲一粒你手头的石头下出去了，同时爱紧来去摕，放头开石头，随时手啊个等下要接着对无？对。大概又会出来是安怎算啦，但是我确实细汉毋捌算过这个物件，嘛捌听过咧。年代个无共款。对阮来讲可能伤老去啊。我都无共款的年代算无共款的物件啦。我即马我吼，连讲阮的同学吼，伊带足真开，真开就算会着。佮当个有伫算。但无啦，是讲我来问伊即个代志是啥，我应该有印象。反正也个会记得对啊。像咱以前捌讲一个什么布布无，我请个布鲁，伊就讲，伊甲讲，像我来讲，阮遐讲布布咧，哈？对，无错。真是咧，伊甲讲。伊的原话，根據即個台日大書典的記載，吼，100多年前迄本書典的記載，伊有寫原話叫做布布，只是伫咱遮另外一款講叫做布魯，兩款攏有。我自我下捌的是，阮就攏講布魯啊，甲阮阿母攏講布魯啊，我就拄啊，迄陣陣咱做迄已經真久啊嘛，即集。對。甲伊去行啦，我就行，迄陣陣算講較寒的是。是宜蘭人還是？嘛咱宜蘭人，我目前的跳舞的同學，就啲也講。可是我跟你說，阮遐攏講布布咧，我講哈，是，無錯。我講你有講過講是安尼無毋對啦。這兩個講法攏有記載佇台日大書典，所以就是講100年前，差不多100多年前，已經發展出來這兩款講法啦。所以講真趣味，你看，竟然講人伊知影，伊遐做布布哦，伊個目前講人，阮母啊，伊正式叫講，伊攏叫阿母。即嘛啦，對啊，其實一般是愛叫台語，其實你叫老母是叫阿母。我愛講，迄是較真卡的所在，好無？那阮啦叫阮老母，阮嘛攏叫媽，阮無咧叫阿母，伊個叫阿母。有當時我講叫，比如你甲人講話時陣，媽媽安那，我講是嘛是古錐，當然有個人會就計較講這毋是正式台語的事，但是我感覺。無啥物關係，是主要是你歡喜就好啦，這無影響。無一定講你為着愛練習講台語，我就一定愛講阿母，一定愛講阿母吼，老母吼，無一定。你即擺阮迄個同學，伊到目前伊媽媽今年92個款，伊無我即濟，伊50，伊嘛將近要60個款，伊攏也講，我攏叫阿母，有影有一屆哦，伊來帶我帶我出場。我就介去，媽媽就坐咧後壁，伊就話過他，阿母，你好，我等下放我迄個 podcast 互伊聽，我帶迄粒藍牙去互伊聽，伊坐佇遐，甲阮朋友，阮兩個就行路，伊佇遐外口遐坐就佇遐講，伊真攏叫阿母咧，真趣味咧，阮是無安尼啦，即麼過去即嘛啦？我講不是，我是講阿母其實過去佇台語內底確實攏會安尼叫，吼，較過去當然袂叫媽媽啦，較真卡啦，看款啦，嘛袂叫媽啦，但是有誒留落來，有誒無留落來，對，真早啦。即個物件你愛看所在，比較活祖真卡，活祖會叫阿母，若較市還是講你係周圍來講，看恁遐誒口語什麼款誒。其實我感覺環境啦，有當時逐個嘛，無一定講真正計較講，這是毋是華語來？因為講實在，佇日語內底，囡仔嘛會叫家己誒媽媽叫媽媽。
较送是较正式的讲法，较长较送，但是伊嘛叫妈妈，嘛叫妈妈，像小朋友囡仔嘛拢会安尼叫，所以无一定讲就完全是受华语影响，因为遮济时间以来，咱会受到日语的影响，受到荷兰人的影响，受到过去捌踮咧台湾人的各种的影响，所以伊的语言其实是足灿烂的，嘛有受到一寡原住民的影响吼。像啥真济国家伊的即个老母甲老爸的音拢差不多是妈甲爸即个音，比如讲西班牙语，我过去学西班牙语，伊若叫妈妈是 madre， 伊毋是你骂人哦，就 madre， 若爸爸伊是念 padre， 所以本来就有即款的发音真活啦，因为囡仔伫讲话的时阵，第一容易发音的就是嘛，就差不多这几个音尔。囡仔拄开始袂晓讲话，伊第一个发出来就是这个音。所以这个物件是真紧的一个连接，就是讲这个音声音去对应着老爸老母上紧，所以自然就安尼发展出来，这是就正常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像这款叫法，要叫妈妈，要叫还是要叫妈，还是要叫阿母，我感觉其实无差，无影响啦。你若好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是无差。有的人会计较这，但是我认为这无要紧。我感觉这无介重要啦，因为你是你到家庭生活嘛。过来哦，我即摆你讲到这，咱讲有一个我落不哩这边紧啦吼。你讲阿母。嘛有人叫阿母，比较较台北迄方面有些叫阿母，对，叫阿母。我讲吼，佫有有较特殊的情形，有叫姨啊，有，佫有佫较特殊的，这你毋捌聽過？我的親戚叫阿嬸，阿嬸是為什麼叫阿嬸？因為吼，袂使叫家己的老母的名。因迄樣陣什麼環境下，我是無了解。有的是講袂使安尼稱呼，到底安怎來我毋知。實際上，迄就是吼，我的親戚，我敢若聽過就好爾。伊媽媽叫做叫阿嬸，爸爸叫阿叔。我伫想，可能有一寡文化上，因有什麼原因，我無問啦。人拢不知啊嘛。但是阮迄就是親戚伊的囡仔，阮攏有親戚，阮攏愛叫，比如我叫阿姑叫阿叔呀，叫因的是大人，就是叫阿叔叫阿嬸，很奇特的事情啦。我敢若捌伫倒位有聽過即款代志，敢若毋若你熟悉，我敢伫別位嘛捌聽過像即款的講法。啦，伊也是較濟啦，因為我伊啊，以前我捌租厝的是伫台北我租迄個是婚姻迄邊的人，伊就叫因大家嘛，他的婆婆來台北來迄陣陣來伊遐大呢，就叫伊啊食飯，伊啊攏有，真特殊的所在。這個叫法敢若有真濟原因啦，無共所在原因嘛無共款。這是隨人的區域，隨人的環境啦，叫啥咱家己好攏無差啦。對啊，我是感覺，我個人是感覺推行台語我攏真贊成。推行好啦，但是這個部分我是感覺隨緣啦。對，就是你要推廣叫阿母，我感覺不要緊。但是就是你好多，我個人都無意見。上重要是安尼啦，當然我一直講，若要去考試，迄就無共款。你考試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嘛，有一個標本，無要安那嘛，迄個裁判嘛不要判，總是要有一個答案嘛。好，來，好，來，咱最後這一集的最後一句咱一改四句就好，無大家嘛記袂起來。這句是當初是阮有時講伫講話時你甲我講的到尾我甲整理出來，甲寫出來。我之前嘛伫其他咱節目內底嘛捌提起過，叫做命帶骨。當刀寫袂落。但是你當初是拄開始講的是用刀寫袂落啦。幹嘛呢？不過我安尼可能是口語啦。但是我感覺語誤啦。用刀寫袂落是較正常啦，因為你當刀若寫袂落，剃刀會使無？更刀會使無？迄我無了解，迄是所以我講安尼講是較通用啦，就是命帶骨用刀寫袂落。你這我袂記起，但是我頭殼內就是當刀寫袂落，因為我甲阮這個阿嬷足親的，伊甲我住20多年，所以講我受伊的影響不哩濟，因為伊真甲我疼惜，我是一個外來，毋過伊對我真好，阮到尾敢若相依為命啦。伊毋是毋是阮關過佇啦，因為較無用啦。尾就是攏我等於講伊不哩依賴我較老的時啊。阮兩個就是講應該講很有默契啦，安尼啦。因為伊真甲阮疼惜啊。對，因為即句話其實有一寡咱講宿命論，迄個命中注定迄個感覺，真濟物件寫佇咧即個
伊虽然写讲命带骨，意思是讲一寡物件跟敢若写伫你骨头内底，已经进入你的骨髓里面吼，你再怎么改变都不可能。但是即个骨头其实嘛毋是讲正骨头啦，我感觉伊较有迄款咱伊现代讲法会用基因吼，就写伫你的基因内底，你的基因内底啊。所以有一寡命中注定，讲人伫咧你一生中会拄着一寡什么款的代志，比如讲有的人较高破病吼，着癌，有像去家族的即个遗传吼，但所以咱讲命带家族史啊，家族史，有的人定定可能破病，想讲谁若是我，谁若是我，对无？其实即个时阵就是有一款话，就是讲命带骨用刀写袂落，就是本来就带伫你身体内底，自你一出世，其实就一直对着你的。你即马当时出现命，人去算命就讲你着病符较济。嘿啦，就是其实同款意思啦，其实是款命中注定的概念嘛。带病符啊，有诶是讲带米来我吼无食饭袂使，因为吼我出世时我就带切啊来。真好讲，真诶，伊就有安尼讲，你捌听吗？我是毋捌听过有人讲去带切啊来。讲无啊，我吼，看迄落出世带钱来无？以前啦，好食饭就真好啊呢。对啦，是无毋对啦，但是讲，我感觉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啦，互甲大家来分享讲，虽然讲有一寡物件是咱讲命中注定，即个命中注定对若要认知即件代志，其实对咱来讲爱有一个想法是，这是帮助咱去面对生活中拄着一寡困境啦，毋管是困难啦，一寡难关关卡吼，但是毋是讲安尼，咱就放弃家己，这是两回事，因为虽然有一寡物件是带伫你的毋管带伫骨内底，还是带伫基因内底，嘛有真侪物件是你有法度改变的，就是要安怎去处理即个平衡，这是咱家己的功课啦。讲实在，你心肝的想法有时吼爱去改变啦。毋是讲命中注定你就自暴自弃啊！我紧啊，擦伊啊，毋是安尼。咱的想法是关系了真侪代志，一念咱定讲一念之间，你看一念之差。对啊，就会差足济的呀。对啊，所以我真介意一句话吼，就是咱当讲用命带骨用刀写袂落即句话吼，嘛有人较简单是讲命带骨写袂落，就敢若这6字尔吼，因为共款意思啦。对啦，但是总讲一句是，我感觉即句话本身伊的意义一款你会使讲是认命，还是接受命中注定即款代志？我感觉伊即句话其实真水只是讲。嘛是共款要提醒大家，命中注定无代表你毋免去甲克服，这是两回事。注定你比如讲，你的有的人基因是较容易较有可能较有机会譬如讲得癌真侪人是安尼是一寡疾病自由基，大家拢有啦。但是无代表你袂使好好去治疗，好好去对抗伊，甲家己处理又好。无代表你袂使去好好照顾家己因为有的人反正像比如讲我的老爸、我的阿公阿嬷的时代就开始拢有即个病甲我一定嘛会发生我较艰苦甲你维持身体健康要创啥，反正早晚拢会发生，毋管你偌健康拢无效，其实无一定，因为你若体质顾了好，身体顾了健康，至少你有即个气力，知影讲凡说你会去拄着即个，比如讲癌症咱共款用癌症举例，有的人是拄着癌症，但是你身体健康有法度去帮助你、协助你去甲即件代志去甲克服。会着癌无等于会死，这是两回事。家己去克服，我认为这是。莫家己吓惊家己啊！所以即句话毋是用来甲你讲，拢莫去做啥物代志，但都是讲咱认清即件代志了后壁，就是咱家己爱拍拼的。咱个吼会当用的时间来讲，就是真用心去家过生活，安尼是较要紧。对，好好过生活，毋通自暴自弃不要自暴自弃。毋通当作讲反正就是一切拢命中注定准拄煞，毋是安尼。这是嘛，希望互大家来了解一下。上重要家己心境爱去改啦。要改别人较困难咱讲实在，迄是我的天啦。尽量会当然要改自己嘛，有真困难。你何况佫要改别人，自己要改就足难啦。对，确实是无。就简单讲倒我耍游戏个呾佫改无起来。会足好笑的呢。我看你到时咱来联络迄个游戏的即个厂商即个我知影有人用手机算即个方式去形容手机游戏啦游戏嘛可以，我感觉这无一定会定论拢可以。来找即个厂商讲即个
有要来赞助一下，咱过去替你做宣传较紧啦吼。既然改袂掉，不如替你做宣传。吼，咱今日就以这4句为主，吼，所以嘛时间差不多啊，特别录的嘛特别40分钟啊，吼，咱后头准备等睇后一集，大家毋知大家对这边咱讲的这4句的这个俗眼或者客家话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 Story，你免关火车呢，慢慢啊来，喙齿小拍呢。嘿，你要夹着喙齿啊！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好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啊，还一寡鼓励。你要叫人甲你鼓励，你嘛讲较慢人听，无一直出去。好，咱反正就是你若用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可以甲我拍5粒星。好啦，那今日咱就到这结束咯，好，大家拜拜。好，拜拜。